高雄市有民众翘倒摆小载，坐伫后壁的查某人一只手搁抱红鞋啊，煞完全拢无安全的措施。囡仔的手搁伫遐喊来喊去，实在真危险。而且沿路搁有真侪违规的行为，嘛拢去互人翕落来。警方表示，至少有4项违规，会依照规定来甲因开罚单。 民众的行车记录器录到这段危险的影片，会当看到两位民众骑机车，在后壁查某人一只手抱一个红鞋啊，红鞋的骹手是喊来喊去，若是四角插，后果可能真严重。这代志是发生伫19下暗红川区的青年路一段，看到影片民众拢讲，安尼实在足危险，无应该摕囡仔的性命讲耍笑。警方表示讲，若是机车载囡仔，一定要坐后壁，而且爱戴安全帽啊。悬空的话，万一小孩子摔出去了，而且万一发生车祸的话，很恐怖。整个摔出去以后，小孩子又被碾到。咱厝的时大人若骑轻型也是重型的机车要载囡仔出门互伊戴安全帽坐伫后壁，无就是违反规定。若是要骑机车载囡仔出门，有侪家长拢会加装囡仔的安全椅啊。目前机车的安全椅啊，不管是寸笑坐方式，拢爱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规定，嘛袂当甲椅啊放伫驾驶的头前。机车店的头家表示讲，椅啊爱安伫后座，看度甲悬度监理站拢有规定。规定，咱这个椅仔的迄个跨度袂使超过咱的车手，后倒摆的车手，无安尼骑车会害着人危险。伊的悬度袂使超过咱骑的人的肩胛头，无会影响到后视镜看后壁的迄个视线。针对这两位民众，若无照规定载囡仔，搁无互囡仔戴安全帽啊，沿路红灯照月，无拍方向灯，拢总4条违规，警方会通知因到警察局来说明，依照规定来开罚单。记者钟义辉、王志宏高雄报道。